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谚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谚是：人的喙安袂捌。伊的意思是讲，人的喙拢用袂调，爱讲人的闲话，讲一寡有空无顺的代志，愈秘密的代志愈咬传。伫邻里甲庄头内面，若有某物人发生啥物代志，拢瞒袂过正人的喙，毋免偌久的时间，就传甲规庄头通人知。所摆人讲伫庄仔头是无秘密的，尤其即马科技网络真利便，消息得传的速度是真恐怖。毋若是伫庄头尔，迄是全国的人拢看会到。颠倒互人感觉无啥物温事，所摆咱做啥代志，着爱较密手咧，若无念伊就传甲满城风雨啊！以上，感谢收听。